終於嚟到11月情緒式圈畫畫挑戰嘅最後一幅啦，好開心兌現到11月頭俾自己嘅承諾，真係畫足10幅。嚟到第10幅，主題係愉快。雖然11月尾呢，我相信身處香港嘅大家都好難愉快噶啦，不過都希望借用畫畫嘅時間，靜靜咁樣梳理一下情緒。所以呢幅畫就冇乜技巧上面嘅嘢可以分享，純粹都係用翻最簡單嘅技巧，然後跟住感覺去畫。用嘅顏色分別係代表心輪嘅綠色，同埋代表頂輪嘅紫色。我覺得如果要對應翻愉快呢個主題，大家首先就需要有一個健康嘅心輪。因為冇起稿嘅關係，所以其實都唔知自己最後畫咗啲咩出嚟。中間嗰個主角呢，本身望嘅時候覺得好似矮瓜，之後又覺得好似洋蔥，跟住畫下畫下又覺得好似一個戴咗花圈嘅女仔。最後我係畫咗一隻打坐緊嘅貓，好似喺福袋入面自己靜靜咁樣冥想。因為我覺得當下最愉快嘅狀態就係可以感受心入面嘅平靜。多謝你睇到11月最後一幅畫，12月決定休息一下，我哋2026再見啦。